，GroupBuyer.com 為你推介。睇完呢堆評價，真係要同大家開心 share。呢間酒店嘅玩樂美食套餐，簡直係性價比爆燈，4位住客清一色俾滿分，仲要係100分咁誇張。最正係酒店好識做，成日幫客人免費升級房間，有客人被升級到家庭房，仲有家庭套房連滑梯同帳篷，小朋友玩到唔願走。員工服務態度更加係一流，友善到不得了。個套餐包咗咁多嘢，自助早餐、中餐套餐、雲端下午茶，仲有 SPA 抵用券。有客人大讚午餐好味到不得了，成家人都食得好開心，話一定會再嚟。仲有商務客話性價比高，下次出差一定會再訂。總結嚟講，呢個套餐真係冇得彈，無論係家庭落定商務客都咁適合。房間升級美食體驗，優質服務一次過滿足晒，難怪個個都話會再嚟。如果你計劃緊旅行，呢個絕對係必搶之選。惠州佳兆業博爾曼酒店只需1832港元，即刻同 GroupBuyer 預訂，仲有驚喜折扣添。Tilda 交通超方便，香港坐大巴直達酒店門口，仲要靠近惠州雲山輕軌站，話去就去。招牌 SPA 享譽大灣區，專業技師幫你鬆一鬆，即刻充滿電。大堂直通大型商場，行街食宵夜一條龍，行到邊食到邊。人氣餐廳認證，2019年度人氣餐廳，自助餐款式多到揀唔晒。46樓天際恒溫泳池，一邊游水一邊睇風景，仲有康體娛樂中心任你換。快啲約埋朋友一齊嚟享受呢個5星級假期啦 ！Tilda 交通方便，可坐大巴從香港直達酒店門口，靠近惠州雲山輕軌站。Pullman Weizhou Kaiser 酒店以其精湛的 SPA 技術和服務，享譽大灣區，放鬆身心，提升活力。Pullman Weizhou Kaiser 大堂直通大型購物 shopping mall， 夜宵步行街等應有盡有。Pullman Weizhou Kaiser 餐廳被評為2019人氣餐廳，可享用豐盛自助餐。Pullman Weizhou Kaiser 46層的天際室內恒溫泳池及康體娛樂中心，可讓你全身心放鬆體驗。Pullman Weizhou Kaiser Pullman Weizhou Kaiser 環島中港通巴士可經蓮塘口岸直達酒店門口，接送時間僅供參考。按下面訂閱按鈕，追蹤我哋着數優惠，有你哋嘅 like 和訂閱，會鼓勵我哋製作更多內容。即刻上 GroupBuyer.com 啦！